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藤条举上手，无分亲情甲朋友。藤条是用来拍人的工具，伫遮咱会使甲伊解说做所有共触发的物件，也是手段。这句话是讲，咱甲藤条举伫手里，不管对方是甲你感情偌好的亲情，也是朋友，拢同款会受到处罚。这句俗语是要强调公平甲公正的原则，公私爱分明，袂因为私人的交情来影响判断。另外一方面，嘛互人体会到对人的要求真严格，无讲正面的态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